台南的官店為一個做10外冬的清潔隊員，伊是把這糞掃車整理好勢了後，煞甲村的坡呢規個摒入邊仔的溝仔內。這環保局表示，這款行為已經違反着規定，有甲這個清潔隊員記過處分。一個穿紅色衫的查甫人，甲清完的糞掃往排水溝倒，有民眾看到，甲影片放佇社群平台。指控清潔隊員佇兩電路橋下面的停車場清理糞掃車了後，竟然順手甲車體清出來的垃圾泡甲塗骹一寡糞掃，甲規堆倒入去邊仔的排水溝。在地民眾認為，清潔人員是第一線環境的守護者，煞帶頭破壞環境。民眾煩惱安尼做，農業管界用水恐驚會污染到，觀感有影無介好。無本地就袂使安尼啊啦，因為一個迄個清潔隊。太讓安尼。哎，條溝啊，都本來就排水溝啊。哦，排水溝。你睇條排水溝擺到河路邊去啊。哦，為大排。大排擺到河路邊去啊。迄田的水若下，攏落去遐去啊。攏落去啊。狗正條啊。經過了解，當事人是年資10冬的正職隊員，當時正在清理糞掃車的水槽啊。那這水槽啊需要定期甲具體的殘劑清理，驚脫掉的有臭味。那這隊員在咧清洗完車體了後，就貪方便規氣甲糞掃倒入去水溝。環保局接到通報，隨介入調查，確定隊員的行為已經嚴重違反規定。不希望他自己辛辛苦苦已經清洗完的垃圾車，又被這一些垃圾的殘渣所污染，所以他就用了一個非常不適當的方式去處理這些，接下來會依我們的相關的行政規定去處理一個，應該是會有記過或者是相關的行政處分。針對這單爭議，環保局回應第一時間有要求隊員把糞掃攏總清起來，嘛講這是個人的行為偏差，除了記過處分，另外嘛加強環境教育訓練，為了避免佫發生現場已經設大型的糞掃桶，要求未來清完殘劑會當帶入去內面。環保局強調，未來會加強全市隊員的督察管理，絕對無允准這款行為佫發生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